过来看农委国本内列报道，广东民众期待工业是得带动地方发展。不过，贵州的企业比准水是海族农民生存的希望。一路以来，日本工业提升的农民唔肯公园下去的，出来爱捍卫自家的产业。不过，更加仲可时期爱转型做大河水、大河能产业。虽然企业比准，也个海族都中油业团透水工厂抢时停工诶，不过其他地区的工厂还提早哦。农民路家庭爱长期抗战，诉苦虽然。快速生意海族乡的准南路，中科时期透水工厂的码头准备造势，农民发现的其中乡下来动快速企业。场面激烈，结下摆上大比赛。也过后，农民就用搭棚的清楚来重启抗争。伊怪手，甲拢会，大家拢有一个警察，甲怪手伫啊。阮这农民有势头爱做啊，袂使讲完全大拢准定在遮，所以阮即马要开始有一个轮班制。那这些民众等于是在凌迟我们这些农民呢，一次又一次。他要尝试着要来施作，这农民说：“你做这个工程，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必要了。”土海族乡东竹村亚大北南北唔但抢没有中科时期引出的管线土鸦片通过，香港爱省后28公顷的毛土田，南北中华农田水利费都无老起改变做也个沉沙池。也得需要来储备沉淀起来。像专科，我们是支持那个专科建设、重大建设，他们需要水要轮灌，要给他们灌，要给他们用的。包括以后这里做一个有一个水池的时候，如果农民没有水，我们也可以直接灌溉提供给农民用啊。因为已经有争议，故所国科会头今年6月初决定提拨行政院拟定延期转型计划，产业转型做大河水河能，含头2年25个月，劳中科时期修正计划送去行政院审议。第二是透水工厂技术对出的标准虽然透水，沉沙池改造头延期制度，唔系先前规划的素材。第二是改对出的标准动用透水，含头延期制度开新的断水池。第二是唔用出的标准的水，南湾前澳洲水处理厂存到的水，毛就海水淡化也得水源。故作一下出的标准，海主到动用几节透水工厂，经过大合过后暂时停工。所以我们努力的去跟漳水会协调，请他把工程先做后面，他都答应。他也不会再做多少，12K 以前，在行政院核定之前，所以我的了解就是说，那个12K 以后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抗争嘛，啊，所以那个部分他就做了。就算中华农田水利费保证，我先顾到农业用水，再不考虑工业用水。农民还是有一道的义务，因为土经济同农业发展之间，夹到抢上线，匆匆的水，譬如出饱满的果子，香港天都好丰富的景象，真系夹到生存的希望。